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讲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来到哪里？今天来到台东。台东真的是好山好水好地方，所以很多人来这里旅行立夯。除了来这里看看美丽的风景之外呢，还可以来体验当农夫哦。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喽。要怎么找翁梨？来到台东，游客可以体验当一日果农，因为现在有产地水立夯，要让游客可以更认识翁梨。红无红，第一看这个这毛红红的干慢哦。这边有红的就可以采。先学怎么采水果，了解种植翁梨要注意什么，什么样的翁梨才可以收成。有专业的果农现场教学，相当有趣，所以也吸引了很多都市人。不用了来立夯，大家不用了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来鹿野这边采采凤梨喽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放假，不用了。我们请徐大姐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单字，不用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学起来了吗？不用了，去3天水立夯，除了体验当农夫，还可以自己 DIY 做翁梨酒。我们像这么大粒的凤梨呢，我们就是把它切成1/8，跟着信丧动手做，盐跟糖要加多少功课？要加什么才能够让翁梨发糕？3天水立夯能够让大家收获满满。忙了一天，肚脐要嘞，还有凤梨风味餐可以品尝，由凤梨炒木耳、卤凤梨组合而成的凤梨碗公饭也很有特色。不用了，可以让自己走出户外，亲近大自然，来一趟水立夯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体验过从产地到餐桌，到底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，才能够享受到丰盛甜美的果子吗？下一次亲自来体验看看吧。重点是我们今天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喽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放假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第二个词呢就是旅行，立夯，立夯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放假到产地小旅行，不用了，去3天水立夯，不用了，去3天水立夯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下一次亲自来体验看看吧。明天见喽，拜拜。